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欢迎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哥刘浩明。今日是 HPS 舞蹈剧场10周年，为了10周年，伊哋推出的一个结合到我哋动态舞蹈、客家戏曲，同时还有光调设计的一个新的作品《未尽之线》。今日我哋邀请到係兩個最重要嘅一個人物，也同我哋說明講，也為一個結合到我哋講家庭、五線還有傳承故事嘅未盡之線裏邊，到底伊哋係乜個角色？我哋馬上歡迎今日嘅藝術總監蔡佩珊，佩珊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 HPS 舞蹈劇場的藝術總監佩珊。嗱，同時還有啲最重要嘅角色，而唔單止係我哋嘅編劇，我哋嘅戲曲地部內容睇部戲編嘅同時，而埋係伊啲演員、小妹嘅即係為啲主角，我哋馬上翻嚟見到我哋客家妹嘅陳怡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屏東重子嘅邱陳怡。點解佢反映兩位來到我現場？你行到10周年，人哋同我講，其實佢當年5、6年都唔記得。其實行到10周年，真係推出一啲算是佢代表自家嘅劇場一啲作品，真係係一啲最重要嘅一啲里程碑啦。但是也不妨想問一下總監，因為其實我哋講當初喺未盡之線，也俾劇開始嘅時間。沒一個完整的故事，它其實是從一個構想開始，是不是一個想法開始的？其實這一出《未盡之線》，它是一個完全是屬於我們團這次自製的一個，算是創新製作。那這出劇其實一開始我們會想要用跟客家做結合的原因，是因為在2年前，我確實看到一個客家戲曲的演出，然後我們去深入了解後，我非常喜歡他們的表現方式。他們女性可以唱老生，也可以花旦，角色都是非常的明確，然後舉手投足就能夠跟我們當代舞蹈是非常不一樣的。當代舞蹈其實更多的是用動作肢體的強度跟延展性、張力來敘述一件事，但他們的舉手投足就能夠表達整個故事的完整性在。所以我就是應該說以往不同的結合方式去做了一個傳統跟非常當代的東西做一個結合。那這個未盡之線呢，確實在這個結合裡面算是我10年一個很大的一個，我算是一個突破點。那我也希望這個10年的這個轉變點，可以讓我們走進不一樣的劇場跟劇院，走出一般的實驗劇場，讓大劇院的觀眾群或者是更多的人看到當代舞蹈不只是只能夠跳大家比較不能夠理解的東西，而是能夠搭配傳統藝術一起做結合的。睇講到其實喺一開始嘅時候，我有一啲因為可能我哋客家戲曲嘛，地方以為佢到嘅一啲想法，本來哋總監有一啲想法講，我是不是佢唱可以把我哋動態嘅舞蹈同我哋傳統嘅戲曲做一個結合，但是這只是一個想法，可是這對於整個劇來說，它連一個故事的架構都還沒出來，那故事的架構這部分是怎麼長出來的呢？當時我就特別找了，就是身為客家人的陳瑜，對，那他又剛好是南部的客家的屏東客家人，那我覺得這個結合，他的幫助對我來講是非常大的。因為我們兩個在討論過程中，我說我很希望有一個，因為我覺得客家女性非常的有毅力，她們今天可以在外面工作，又能夠把持家做得非常好。那我希望有一個這樣子的角色來作為是傳統跟當代舞的一個媒合點，那就是陳瑜他就很幫忙的幫我做了一個從中清時期有一個潘胡夫人的故事，故事的架構就是從嫁入這個家庭後開始持家，然後呢，當時的很多的，就是算是氣候的關係，或者是朝代的變遷，它呢有很多的土匪的出沒，但他們並沒有堅守家園，他們呢帶着義兵一起起義來保護家園。而不是只獨守在自己的一個框架內，而是起義，然後他們的成功跟救了整個家族後呢，到現在還被人家有歌頌，所以我是由一個這樣起承轉合的方式，從歌頌後呢，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他怎麼去看待這一件事情，而這個傳承是不是對年輕人來講變成是一個枷鎖，還是它會是一條線的一個連接點？那其實我們說做劇場很多的東西是讓大家有正反兩個想法的，即便是枷鎖，我覺得也是一個
传承的枷锁，但这个枷锁不代表是每个人心中的枷锁。其实转念后，它其实会很正向的一个，我可以自由奔放，然后我一样可以把这个传承持续发扬。只是这个发扬光大的方式，并不是只是在自己的家园，所以我才用了这出陈宇提供的剧脚本，然后我们来做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创新剧。那谈方来等于如讲其实。已經有看到講，譬如講，頭都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客家戲劇地部，細妹嘛可以從路線，然後細妹嘛可以做霹靂舞片樣嘅一啲角度。嗰時對一片可以是結合到故事地部，嗰時故事地部細妹唔係睇嘅通浪嘅時節都聽到他講嘢做嘅，可以其實聽到他講嘢強下以保護也嘅家人，同時嘛係用把也嘅故事期望講，嗰種傳承本下一套嘅時節。一部分我哋小妹也成，而邊頭都已經有講到講，而邊唔係嗬南部嘅客家妹嘅台地，我哋仲是細妹，壓你要鬼睇冇？冇得講，伊當初本來是倒帶，伊當初本來是倒帶係不用嘅，嚟用嘅咯。用一句話嚟講，就係向上嘅用嘅，傳統還有創新之間，尋到一個屬於自己的路啊。也要鬼睇呢嗬，青苔，係也要啲名嘅鬼睇嗬，係，我哋能用嘅潛出講，譬如講，而人講嘅啲而入嘅想法吧，但能用嘅潛故事，用嘅潛角色，然後去配合到安尼嘅精神。其實我是去問我做客家研究的朋友的兒子，因為他剛好有做這個的研究，所以就有去問他們。這個故事可以在哪裡找？然後找到這個故事之後，也去上網，然後去圖書館找很多的資料，才確定有這個傳說的人物。嗰時人意思講，也俾故事，真係有也俾故事。係錯。唔係自己去編出來嘅。唔係。嗰時也俾故事咧，伊啲背景其實真個真實的故事嘅背景，睇有睇乜個時乜個朝代啊？在清朝。有一類叫潘夫人，一個是胡夫人，就是這兩個人的故事。嗰時我做研究以後，都發現到講，也俾兩個故事嘅原型，故事的原型可以符合也俾總監給我的要求。但是問題係，故事落入去嘅呀，你即個粵語的角色係少埋，你即個用係把也俾角色同也俾故事做一個安排。我的角色他比較屬於，他是因為冇看冇其他聲音嘅，所以在傳承的這個工作上面就會交給小梅來做，但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我設定潘夫人跟胡夫人是小梅他們的祖先，所以就是阿婆會希望小梅要遵照潘胡夫人這兩位夫人來做學習一個榜樣。但是它無形之間就跟總監說的一樣，它會變成一個枷鎖，所以運用這樣的故事，想要串起整個在傳承跟找到自己的過程中，年輕人、年輕一代的人是要怎麼找到自己的平衡跟自己的出路。對，因為頭我哋呢成日有講到嘅一件事情講，因為其實我哋有啲各有精神的一啲先民啊，哈！但是從我哋馬來人講，因為我哋客家先民對中國來以後，其實我哋真的是牛強說詞，其實可以看到我哋台灣的一塊地方。咁頭我哋總監也講到講，其實一種東西一體兩面嘛，有些是枷鎖，有些是可能會讓你更放飛自己。咁唔會希望講，他可能快要壓戲嘅時間，你有特別想要的想法嗎？我自己嘛，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就是這個框架是好的，因為我覺得傳統是必須要流傳下去的。但相對，我覺得在這個傳統的過程中，當然我們每一條線它可以分叉幾百、幾千、幾萬，那這個怎麼傳承下去？可能有的人是。其實現在很多，我就舉個例好了，就是很多的塗鴉好了，那塗鴉可以畫出以前大家都說一定是要非常的很 rock 或者之類，就是要非常的極限的啊，或極限運動都會跟這些塗鴉做上邊。但我覺得最近很多不管是廟宇或什麼，就開始慢慢的走向傳統了。那很多東西其實我覺得東方讓人家覺得最不一樣的東西，我覺得這些在地文化是不可去排除掉了，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我們都一直在創新中，但是沒有一個原始的一個架構或者是一個文化的底蘊在的話，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的
发展一定可以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加入了我们这些传统的基底在，它其实可以更多样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在一个我觉得可能会分成30-70%吧，30的枷锁，70的自由奔放。你要枷锁是30%，对，不是我们的70%。我可以来个30-70这样子，对。咁编剧呢？编剧本身呢？你要比例喺度啊？我係因為你最重要啊，因為你這個會夾，你這個喺夾天嘅有故事，用嚟行嘅最重要嘅人物。係，哦，因為你這個，因為對我有嘅故事一開場，如一啲可能講歸太嘅一啲開場嘅，嚇，你對我有開場地位兩個細模嘅一啲角色，如傳統嘅客家細模，應該講傳統嘅細模都冇共樣，啊，同時又代表一啲客家五線嘅一啲角色嚟嘅。但你這個編劇有啲安泰嘅開場，下戲其實冇簡單。錯。好，因為其實一種開場最難開啊，因為開啊一路上啊能夠開天闢地就開場下去的話，係會難輸啊。咁你這個用來處理下的事情嘛，同時嘛會看到你係咪立場係嘛嘅？係，我係一般一般啊，一般啊，已經50-50了。也表演最後因哋冇和解，嘛冇妥協啊，就係講因哋喺傳統還有設計之間，尋到一個可以向前行嘅路，就是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對，所以他沒有所謂的妥協，也沒有和解，就是在這個之間取到一個很奇怪的平衡。至少講可以睇一片。得到自家一啲經驗、一啲故事，但是嘛可以帶動我哋以前祖先嗰啲精神，我哋繼續行我哋下一條路。嗰時一篇我睇到發現到講，其實也係一啲一般去想幾多嘅事情，因為唔單止講嘅，其實有啲人會講客家文化歸太歸強，可是有啲人講嘛講客家文化地位嘛歸沉重。咁多啲一種客家文化對我哋其他鄉村人來講嘅話，而係用我哋代表。休息下喎，下段節目我哋埋嗰度好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呢節目來自我哋高雄嘅藝術總監或者飛山，係同時我哋來自我哋創智嘅生意來到現場，同我分享講28HPS 10周年嘅作品《未盡之線》，亦都係講乜嘅故事。我就想問一下我哋嘅總監，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其實也有啲未盡之線嘅意思講，也故事其實係繼續行下去。當初怎麼會想到要取這個名字啊？我覺得我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如同很像蜘蛛網一樣的線，就是包含我們人際關係，就是我們都是這種網羅線一樣，這樣子一路串聯在一起的。那我會選擇未盡之線，是因為我這出劇其實我都說它叫穿越劇，因為它有潘胡夫人，從清朝到有阿婆，然後到我們現在的年輕人，我覺得這已經好像跳脫，不是只有祖宗3代了。所以這個穿越劇裡面，我覺得這一條線其實走了可能100年。那這個100年的這一條線，其實它已經如同蜘蛛網絡了很多家庭，網絡了很多的族人。那我覺得用未盡之線，是我希望這一條線是可以持續一直往下走，而不要因為有一些，比如說可能我們好了，我現在呢帶領的可能學生，或者是我跟後代在講話之間的代溝，我不希望這條線就是僅止於此。我希望我能夠透過這一條線，能夠讓他們知道說，我跟他之間的距離不只有這一條線可以牽住他，我是希望像漁網撒下去，把網羅進來，讓他理解我的想法，而我這條線可以持續往下的，像樹枝狀一樣脈絡一直往下走下去。所以我的未盡之線，它並沒有盡頭。但係如果其實更加嘅人來講法，雖然講我哋更加人幾多幾複雜幾多人，但是因為我哋呢科技嘅關係啦，所以其實我哋有時人對人真的就來來去，真是有時。
见面无忙嘅见面吼，同时真的都有一些工作嘅关系，甚至讲我哋可能喺依邊人嘅工作人員來工作嘅關係，嗰是如單純的一啲安尼先，但是希望講可以透過更多種嘅方式，我哋可以把他嘅人氣吸發放來。但是頭先我一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到講，其實有個作品裡邊有一啲光雕的部分，然後同時客家戲曲嘛。在拍的地方，剛剛小木雅總講，它那麼多元的一種表示的方式，光雕啦、客家戲曲啊，是怎麼樣去融合在這樣的一個作品裡面去？其實，在劇場裡面，其實很多人在做於對背景，尤其現在，就是大家不見得做了很多實景的布景，更多大家都用投影來做。那我自己本身習慣做的不只是一個投影，我喜歡做的是光雕。那大家就會說，投影跟光雕差在哪？我覺得光雕就如同我們這個瓶子好了。那這個瓶子呢，它一般的投影可能只能打單面，而光雕在你的角度調好狀態下，是可以覆蓋於它，並且把旁邊都切邊，然後讓它感覺好像，這個花瓶好像變成了是青花瓷的感覺，對，它可以整個變不一樣的感受。那我覺得光雕在劇場裡面，它變成能夠讓我的整個，就像剛剛提到的戲曲等等這些東西，它變成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時代性的一個投射。它今天做的不只是一張畫，它能夠在每個時代點，它變成是我故事情節的很棒的一個轉折點。然後它能夠營造出的氛圍，變成讓觀眾群看到的不是這麼的平面，還可以做得更有深度。然後整個視角的感覺可以有點如臨像在3D 的感覺，所以很多人會覺得看完光雕跟舞蹈的結合，會比較像是在看一個電影，它並不會只是當作它是一個背景。啊，你可以理解，因為其實我哋從頭看到講光雕像哦，都發現到講，其實看起來算是一啲建築物，本來都上岸的形，但是因為光雕，它可以用不同的故事的展現，甚至我看我 session 上面都可以講出也俾建築物的故事哈。嗰種，那你一講我都想講，哎呀，其實係算很聰明的做法啦哈。一方面背景不用做那麼多，是，不是按照搬來搬去，因為很重，因為有時候吊那個東西其實蠻重的，但是同時也光雕也可以呈現那一啲方式更多元，更可以說結合我哋講作品底部某種嘅部分，但是入邊有啲鬼特別，你講文思屯烏托嘅部分，乜嗰度文思屯烏托嘅配合咯？一般我們會劇本先出來之後，我們就會要就是編舞者會先編舞蹈，然後在舞蹈完成之後，再等音樂的結合，這三者都完成之後，才會去搭配演員的文字，因為文字有時候需要配合音樂的節奏，所以就會變成演員他不能只是單純的演戲，然後舞者也不能單純的跳舞，所以就是變成比較複雜，但是又很有趣的一個結合。咁咱嚟講，等於你講其實，等於也要靠伊個舞蹈、伊個咧編排全部準備好嘅，那開始準備嘅文字嘅部分。錯。咁問題係講，唔知個係咪要先看係伊個咧排練以後，咱可以加點文字而想乜東西？應該係講我劇本先完成之後。就是導演會依照劇本的一些文字來做舞蹈的編排，因為你最後可以講話，啲口白嘅部分馬上處理嘛，咁會喺前後會修幾多？會，因為要搭配的時候，有時候這邊太短，然後有時候又太長的時候，就要去做不同的搭配。然後在舞蹈的整個風格跟文字沒有這麼配的時候，也要去做修改。那幾時節？是總監聽他的，還是他聽總監的？我都最後冇人的問題啊，我都看了2-3年呢，答案有沒有一樣嘛？好，來總監請回答。我覺得應該，因為他還是會比較聽我的。你看哈，我們就沒有蕊好的哈，因為這種東西我就知道嘛，反正一個是剛剛是3-7比嘛，一個是5-5比嘛，3-7比的5-5比嘛，都提供其實2個2聽冇聽到嘛。好，來小梅請回答。一般一般啊，一般一般哈，有的都牆頭草啊，冇啦，有的都會做好人的，都一般嘛。因為其實我同樣地，因為總監嘛，
伊我家听讲水台的方向都来用啊，嗰种有时人啊就迄啦，网上人喺编曲啦，但是呢有时人马糖也但是我提讲其实也会部分有一部分迄同即个以前的生长的过程有关系，系咪？嘿，因为我是客家人啊，不过我冇晓得讲客家话，但是在现在23岁这个年纪，我会去想客家文化，就是到底有多重要对我来说，因为在小的时候，唔知客家文化轻松有啊。古时候讲我糖也是客家话，不过我唔晓得讲客家话，所以在这个创作剧本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在传统跟做自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跟剧中的小梅一样，所以她其实很挣扎，因为她其实很喜欢、很爱她的家，也很爱阿婆，但是她回家的时候就会跟阿婆吵撕啊，因为阿婆一直要她照着以前的方式去做，小梅就会觉得俺这妈哥在屯的穷庸，就是为什么我要照你们的方式去做，也是我现在在思考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整个剧里面很有共鸣的一段，大概是阿婆在催小梅结婚啊，俺阿婆嘛很安尼哦，明摆俺闺女有卡，伊就会讲结婚咯，小翠都冇结婚咯，有冇生啦耶，那就很好笑。可是，其实一部分嘛係人家嗰度客家嘅後生人的問題啦，因為其實雖然講我哋咧人家政府有嗰度譬如說鄉土教育啊之類的，但是客家一件事情對人家客人來講嘅話，嗰種冇幾環境嘅話，其實唔講都市客人來講，嗰種你這個真係冇幾環境，你要講好嘅客家。其實冇咁簡單。好，對於我們客家人來說，其實很多小朋友就是像你年紀的小朋友，我講客話，很多都是因為他們是祖母帶大的。通常真的是，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小年輕人會講客語，我就直接問他說：“阿婆투胎奶奶帶大的嗎？”因為現在的爸爸媽媽的教育程度很好，可能在家裡面都直接跟小朋友講華語。或者是爸爸媽媽客語程度也不好，所以說客語的這部分就沒有傳到下一代去。可是明白像生育安養強啊，還有啥哎，我講下方啊，聽那我們阿婆圖哎，他們都會說對阿婆圖哎，因為阿婆會講貴你講外冇，或是一定會講好話，無形中小朋友就真的會講客家話。所以說我覺得陳英講也被故事我可以感同身受啦。可是也被帶你的作品，那總監要部分，因為其實總監他算是，也是導了非常多的戲嘛。好，那這部分這個戲跟之前你所導的戲裡面有怎樣的一個連結性嗎？其實我們舞團尤其就是都是我做創作，那其實我最喜歡就是看我們平常發生了什麼，所以我都用社會議題入舞。那這一次確實對我來講是一個最大的挑戰，是我變成是從書籍、從文字，然後去錄這個作品。因為我最早前，比如說我曾經編排過了，有關於22K 的作品，或者是有關於一個北漂的作品，就比較符合現在年輕人的一些狀況。那我這一次的作品未經之先變反過來，從過去式抓回到現在可能大家的家庭發生的問題，或者是現在年輕人對於這個框架，或者是他對於未來性的一個發展，雖然一樣聽起來好像都跟這個社會議題，或者是跟現在的周遭發生是一樣，可是對我一個創作者來講，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因為變得我要變成從古到今，好像跟我以前就是很自由奔放，說我現在看到什麼我就編什麼，感覺我覺得有很不一樣的感覺，因為變成說我就會開始去揣摩說，我這樣做對嗎？因為我本身不是客家人，所以我就會需要去問陳宇，或者是去問我的2個戲曲演員說，這件事情是我這樣做，我是能夠這樣做的嗎？那我自己本身也體驗到，就是祖宗3代的問題，那跟你們是一樣的嗎？那我就會開始用了很多的疑問句來做這一出劇，這樣。對於你講，其實做嘢嘅戲劇來講嘛，對你來講係嘛，對從頭開始去學習這樣子的一個主題的一個開始了哈。
可是唐人片，我发现到讲，也为李金子先一些作品里边，其实唔单止係講嘅傳統嘅客家，其實講係一啲也為傳統嘅精神都更加時代里邊，以係讓嘅平面去接受某啲轉變。休息下我下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咧我哋 HPS 烏托劇場嘅飛山，還有生意嚟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有個作品《魏晉之先》一個講白嘅故事。我想問一下總監嘛，因為頭頭已經有講到講，其實廿八嘅一啲作品裏邊佢貼片，因為以前都講話北漂啦、22K 啦，因為像我哋劇場以即家嘅算是木片，我哋講 TA 啦，後木片嘅一啲出拳，而大部分都會講，都硬強人嘛。因為錄音架冇22K 啦，哈，但是你要不其實講嘅故事幾長，你可能講嘅北工人有以前嘅故事，好多阿婆嘅時節，都更加嘅時節。嗰時你要戲劇嘅作品地位，你要 TA 係乜嘢啊？我覺得，這出劇其實是非常大眾的，因為相信在很多的。就是3代里面，尤其是客家的這個3代的族群里面，我相對這樣的劇，我覺得是很符合現在的家庭。那他們其實可以阿婆攜帶的孫子孫女一起進來看，因為可能在當代的小梅的這個角色，她確實能夠就是讓年輕人可以發現他們好像正在面臨這件事。那我們如何從小梅的身體找出來說，我們可以怎麼去跟阿婆或者跟家裡的長輩們做一個溝通？那我希望這出劇是讓客家族群，或者是讓我們一樣有隔代教養的人，是能夠有。算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橋梁，這條線變成我們每一個人去跟家裡人溝通的橋梁，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給大家的。這是我們能感覺到，是真係個，你等於講，從頭到尾的總監咪講到講，其實阿婆我可以帶到聲音嚟講，可能行，可能咁嘅音樂講，冇得聲音嚟帶到阿婆嚟講，唔可，一定要我搞誒，好，就等於講，借由這樣的戲劇，其實可以去拉近2代人甚至3代人，他們在這樣子的一個溝通的過程裡面，其實可以互相做借鑑啊。咁啟動我的 HPS 也會劇場，當初呢我有也會劇場咯。當初 HPS 的成立是為什麼成立？然後它的名字為什麼那麼特殊？是個英文名字。其實 HPS 舞蹈劇場 HPS 是我謝佩珊的縮寫，可是呢，大家想說就這樣嗎？可是其實在這個，其實，在創團差不多1、2年後，其實我發現，因為我自己本身走當代舞，然後我還是舞者的時候，其實我非常的有 power， 喜歡就是去挑戰很多的不可能，所以就有某一天就有人跟我說，我覺得你這個 HPS 好像不是你謝佩珊，我說那怎麼解釋呢？他跟我說，我覺得更適合你的英文是 high power。然後跟 shine， 對，他跟我說，我說真的嗎？我說 shine 有嗎？他說有啊。他說你成團，其實一開始我10年前的時候成團的時候，我在南部，然後我周遭沒有任何一個專業舞者，那我的舞台是給素人創立的，就是沒有學過舞的人。然後我希望他們在跟我接觸過舞蹈後，他們能夠站上舞台，被大家發掘。然後被大家看到說，我即便我白天或晚上好了，我假日我在打工，我是一個廚師，我是一個導遊，或者我是一個任何一個職業人，可是呢，我到這個時間點，我可以一起跟大家共事跳舞，一起被大家用掌聲來讓大家知道，其實我有不一樣的專長。所以其實最早前的前4檔製作，我全部都是素人舞者。故事等於講，你開始時係希望講要就冇乜嘅跳舞嘅經驗，甚至冇唔係專科、唔係本科生，就可以睇下片，加入也嘅舞團地位，然後練習，甚至可以最尾去表演一件事情。對，生意嘛係咁樣嚇，唔當初我加入也要表演嘅是不咯？我3年嘅時間係跳舞嘅，唔過我，所以說你不是素人。錯啦，他是假素人。但是我6年級的時候表演的時候把尾椎摔裂了，
所以应该这么得跳舞哎，所以但也因为这样子，我在国中上到了表演艺术课，就第一堂表演艺术课开始，我就决定要成为一个戏剧的演员。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发掘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然后上大学之后，因为学校分组，也因为这样，所以进到编剧组，所以也学习了另外一个专长，就是编剧。所以就是持续在这一条路上持续的努力，这样。郭叔其实算是你们还是有一点无头的带啦哈，只是讲迄个一点意外也还没办法真实变成做一点专业的一点无头咖，但是至少还是摕一条路方表演艺术做编剧。我问侬哈，伊会个我觉得也 HPSS 吼，而且还有呢 hyper potential 你知道吗？我发现也会经历过种用係，也不会以前很凶哦。以前会对，以前也哈看冇完呢。眼冇讲哦，眼冇讲哦。没啦，因为其实我可以理解了，因为其实你看到观众，你要带一个都是素人的话，你一定要去用你自己的热力去感受它。是。那带素人难吗？前几年我觉得蛮困难的。所以说他说你很凶嘛。对。赶快把这个陷阱丢过去。然后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慢慢的发现，其实很多艺术人也发生了同样可能没有舞台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读艺术的，就包含陈宇跟我，其实我们都是在北漂到北部去求学，然后其实很少人北漂过后愿意回到南部，因为他们觉得在北部的机会很多，可是相对在机会很多的状态下，一定人才也很多。当然，你北漂上去，你一定很想回家乡，让大家知道你的成就。所以后来除了素人舞者外，我慢慢开始邀约了很多的艺术家从北部回到南部来做展演。那今年的10周年，确实是我邀请了很多就是在外地求学的艺术家，不管像陈瑜，他也是在北部，他是戏剧的，然后呢还有戏曲的，还有很专业的舞者，他们其实全部都是北漂回来的。嗰時突然講也會10周年來講，也推出一作品，唔單止講作品同以前的作品冇共用，但是也要參加人其實嘛比以前的人來講，更多元、更讓不同的一個參與的一個，不管是藝術家也好，或者是那個素人也好，都共同參與在這樣子未盡之前的作品裡面。那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其實也會作品一定會有一點表演完的時間嘛，哈，那未來呢有什麼計劃嗎？在这个10年的一个大躍進，我希望在下一個10年，我們不只是在台灣被大家知道，我希望把這個跟跨域的結合，不管是傳統的或者是各類不一樣的藝術，能夠統整在一起，讓走出島，然後讓國際發現，其實南部的舞團也有很不一樣的。影響力的部分啊，這是影響力的部分的話，那內容部分呢？因為你這次是算是第100用啊的那客家戲曲家，你這個的算是傳統的作品底位。那內容的部分呢？內容的部分，其實在這次跟客家劇做一個結合的時候，其實我發現，若是我想要讓我自己能夠更沉澱於自己的創作，我覺得我很需要挖掘過去的很多事情。所以我很希望由過去把它轉換成不一樣的肢體語彙，讓年輕人可以用很當代的作品來看到過去的故事。喺節目嘅最尾啦，嗬，我想我請問一下講，因為同我哋已經有講到講，其實對我哋嘅魏晉之前也嘅故事，嗬，動作樣出來嘅，然後編劇樣寫嘅，同時題目嘅講到也嘅故事，來總監，你同他人講一下。你希望觀眾是抱着怎樣的心情去看這個作品？同時，他假如看完之後的話，他怎麼可以去跟別人去描述這個作品？我希望他抱持着一個不畏懼走進戲劇院的心情，因為我覺得很多人會覺得
传统剧或者是当代舞这个东西是很两极的。传统剧他觉得可以在户外就可以看到，而当代呢会不会我看不懂。所以我希望他们不要去思考太多。他走进来就是除了真的不能拿爆米花跟可乐，但是我希望他走进来像看一个电影，来欣赏一个小梅的故事。对。小梅呢？你希望观众朋友来到我哋呢魏武营看下作品的时节，以形容你的心情。有希望，就是带着一个希望，然后会跟着小梅还有阿婆一起经历喜怒哀乐，最后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我不喜欢呢，我觉得很官腔呢。来，再讲一遍，你希望我的观众朋友睇你去形容的心情。希望他们真的带着希望啦，因为这个剧本我觉得是一个有希望的剧本，就是在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挣扎，可能也会让他们反思到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很痛苦，但一定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在剧场里面。可是也里边的作品里边的冲突点，甚至讲里的那一些挣扎点，都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作品里边去看到，其实它可能会有新的转机。或者是一个新的做法，可是也被魏晋之前的作品算是我的 HPS 我的那舞蹈剧场10周年的归重要作品。可是观众朋友看係今年的作品以後，我發現到講，對於我哋嘅中間網絡講我哋那編劇我哋生意講嘅故事裡邊，我感覺到講，喲，我都看埋有安嘅故事哦，嘛相信觀眾朋友，我希望講可以親身看到呀作品。有沒有感謝兩位來到現場分享安精彩的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好，歡迎各位觀眾跟主持人一起在3月28號晚上7點半，3月29下午2點半到魏武營戲劇院觀賞《魏晉支線》。休息一下，我聽下你欣賞來傾下運通哦。各位福喜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到我哋的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的影片分享出去哦。